歡迎收睇2026年5月24號新聞摘要，我係 Sarah。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中東衝突今日踏入第85日。德黑蘭官方發言人表示，雖然國際社會極力斡旋，但伊朗同華盛頓喺核心條款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談判陷入僵局。為咗解決外交死結，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今日已經緊急抵達德黑蘭，展開新一輪嘅高層外交斡旋，試圖促成停火協議。自今年3月戰事爆發以嚟，澳洲聯邦政府隨即派遣軍事人員前往中東，加入以美國為首嘅多國聯盟部隊。面對持續超過12個星期嘅不明朗局勢，留守澳洲本土嘅駐軍家屬坦言身心疲憊。有家屬接受訪問嘅時候表示，而家每日都活喺擔憂之中，急切需要當局透露更多關於親人安全同埋撤軍計劃嘅具體消息。坎培拉聯邦政府對此回應表示，目前正密切監察中東局勢嘅最新發展，並重申澳洲政府全力支持所有旨在達成和平解決方案嘅外交努力。引發今次恐慌嘅係賓迪布族伊波拉病毒株，當地至今已經錄得82宗確診個案，當中導致7人死亡。另外有接近750宗疑似個案正係接受醫學調查。為咗壓制病毒進一步傳播，剛果東部受影響省份已經採取嚴格嘅緊急防疫措施，包括全面禁止舉辦傳統喪禮，以及係暫停所有足球比賽等大型群眾聚集活動。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證實，針對呢一種特定嘅本迪布喬病毒株，目前全球尚未有任何獲批准上市嘅疫苗或者有效治療方法。不過佢透露，英國牛津大學目前正全力研發一款新疫苗，預計可以喺未來幾個月內展開臨床試驗。昆士蘭政壇爆出重大嘅誠信危機，省長大衛克里薩夫利 David Crisafulli 日前向媒體透露，自己竟然係透過新聞報導，先至得知旗下嘅高級部長兼奧運事務部長蒂姆曼德 Tim Mander 已經被選務機構轉介予澳洲聯邦警察調查。事件引發反對派強烈抨擊，並質疑政府內部嘅溝通機制是否出現嚴重漏洞。呢一次被蒙在鼓裏嘅事件，隨即令到省長陷入政治風暴。反對派對此窮追猛打，強烈要求克里薩庫利交代，究竟佢自己嘅團隊係喺邊個時間點得知相關調查，以及點解核心內閣同省長辦公室之間嘅情報通報會完全脫節。外界分析指出，今次風波唔單止暴露咗新政府內部嘅溝通混亂，更令到公眾質疑省長係咪依然有能力掌控內閣大局。省長目前正面臨巨大輿論壓力，必須向公眾提高透明度，並合理解釋點解咁重要嘅內閣要員涉案情報，竟然需要由新聞媒體嚟通風報信。昆士蘭一名48歲男子涉嫌喺網絡上公開鼓吹暴力攻擊政治機構，日前遭到執法部門拘捕，並被控以恐怖主義相關罪名。案件由澳洲多個頂級安全部門聯手偵破，再次敲響網絡安全同極端主義嘅警鐘。涉案被告為現年48歲嘅雅茲沃斯 Alexander Kent Wadsworth。昆士蘭聯合反恐小組日前採取行動，喺 Toowoomba 附近鮑恩維爾Bowenville 嘅一處住宅單位內將佢拘捕。警方調查顯示，被告涉嫌利用一個高度加密嘅社交媒體平台發布大量極端訊息，公然呼籲其他網民喺澳洲本土以及係海外地區發動帶有政治動機嘅暴力襲擊，並將矛頭直指多個政治機構。被告目前被控以一項利用通訊服務進行威脅、騷擾或者係冒犯他人嘅罪名。根據澳洲法例，該罪名最高可以被判處5年監禁。雅茲沃斯目前已經獲准保釋，預計下個月將會前往沃利克沃域裁判法院再次應訊。澳洲聯邦警察高級警司費利曼 Bill Freeman 強調，當局對任何喺網絡上宣揚或者係鼓吹暴力極端主義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並會果斷採取執法行動。紐西蘭航空 Air New Zealand 一班由奧克蘭飛往香港嘅國際航班，前日喺航程途中，因為機上一名乘客出現突發醫療緊急狀況，被迫中途改變航線，緊急降落澳洲布里斯班機場。客機喺安全着陸之前，更加一度喺空中進行放油減重。涉事航班為紐西蘭航空編號 ANZ81嘅波音787-9 Dreamliner，原定由奧克蘭出發前往香港，預計於下晝3點左右抵達。
當客機起飛大約4個鐘，飛抵昆士蘭城市洛克普頓 （Rockhampton） 附近上空嘅時候，機上突然間有乘客需要緊急醫療協助，機長隨即決定改變航線，並喺昆士蘭上空急轉彎，改為飛往布里斯班機場。為咗避免航機因為燃油過重而超出最高着陸重量，飛機喺降落前按照標準安全程序喺空中放走部分燃料，以防損壞機身結構。最終，客機喺下晝接近1點時成功安全着陸，隨即由當地醫療人員接手處理患病乘客。航班喺布里斯班機場短暫停留之後，目前已經重新起飛，繼續前往目的地香港。隨住昆士蘭日即將到嚟，全州最佳肉商大賽亦都進入白熱化階段。布里斯班一家本地肉檔嘅東主，憑借一手傳統整香腸嘅絕活，喺網絡上爆紅，吸引咗數以百萬計嘅網民點擊，成為今年嘅奪冠大熱門。呢位本地香腸工匠早前將自己製作傳統香腸嘅過程拍成短片上傳，片中展示咗精湛嘅傳統手藝同真材實料嘅製作過程，隨即喺網上掀起熱潮，斬獲幾百萬觀看次數，令佢間肉檔一時間成為人氣打卡點。適逢1年1度嘅昆士蘭最佳肉商大賽正在如火如荼咁進行，呢位網紅肉檔東主順理成章代表布里斯班出戰，爭奪全州最高殊榮。大批本地街坊同網上粉絲現時都紛紛為佢加油打氣，並積極發動全昆士蘭嘅市民為佢投下神聖嘅一票，希望支持呢一位本地心水之選。面對未來前途嘅抉擇，昆士蘭嘅年輕人即將迎嚟一個可能改變一生嘅重要機會。全澳洲規模最大嘅高等教育及就業博覽會 TSXPO 已定於今年7月19同20號一連2日回歸布里斯本舉行。今次博覽會將會開創一個一站式平台，將澳洲各大知名大專院校以及係頂尖僱主匯聚一堂。到時現場將會有超過100間機構嘅代表進駐，不論係在讀學生、應屆畢業生定係求職人士，都可以喺現場同專家面對面交流，獲取免費嘅職業生涯規劃建議。會場展示嘅升學同就業選擇非常廣泛，涵蓋由基礎嘅學徒訓練課程到高級嘅研究生學位都有，滿足唔同層次求職者嘅需求。主辦單位表示，呢項大型活動費用全免，但有意出席嘅公眾需要預先喺網上進行登記。預計為期2日嘅博覽會將會吸引數以千計嘅市民入場。對於目前對前途感到迷茫或者未決定下一步方向嘅人士，呢一次博覽會絕對係一個發掘新機遇同理清未來路向嘅難得機會。對於確診運動神經元病 MND 嘅患者嚟講，現時雖然未有根治方法，但昆士蘭圖翁巴最新展開嘅一項醫學研究，正為下一代患者點燃新希望。喺本地社區積極籌款支持下，圖翁巴成功開展全州首個同類型嘅臨床試驗，致力將當地打造為運動神經元病研究嘅核心基地。住喺圖翁巴嘅祖母娜塔莉弗道 Natalie Verse 不幸患上運動神經元病，每日都要面對失去自理能力、言語功能衰退以及身體機能逐漸萎縮嘅痛苦之熬。然而，當地正喺度進行嘅新科研項目正試圖扭轉局面。得益於當地社區早前發起嘅籌款活動，研究團隊成功購入一部極為專業嘅腦部刺激儀器。研究人員將會利用呢一台頂尖設備，全力研發能夠喺極早期階段偵測到運動神經元病嘅創新技術。銷聲匿跡接近4年之後，歷史悠久嘅音樂之聲終於重返 Toowoomba。當地聖路加聖公會教堂一座擁有超過119年歷史嘅古董管風琴，經歷咗長達3年半嘅艱巨修復工程，日前宣布正式竣工，並將會喺本月底舉行社區演奏會。呢一座極具歷史價值嘅管風琴由著名嘅品牌 Norman and Beard 製造。喺過去嘅修復工程當中，專業團隊將全機超過1000支琴管 pipes 逐一小心翼翼咁拆卸，並大老遠運去120公里外嘅布里斯本進行精細修復同保養，最後再運返圖翁巴重新組裝。今次龐大嘅修復資金全靠本地社區發起籌款。計劃發起人兼教友約翰斯坦利 John Stanley 喺竣工之後興奮表示，自己對呢個音樂保育項目抱有無比熱忱，
如今睇到所有心血同努力轉化為成果，感到非常欣慰。值得一提嘅係，修復團隊喺保留管風琴傳統風貌同古典音色嘅同時，亦都為其內部嘅電子系統進行咗現代化嘅數碼升級，令呢架百年古董樂器能夠更完美咁配合現代演奏需求。教堂方面宣布將會喺5月30號舉行盛大嘅社區演奏會，屆時公眾可以親臨現場，再次聆聽呢份回味已久嘅震撼樂章。享譽全球風靡無數樂迷嘅經典百老匯音樂劇《媽媽咪呀》宣布將會喺今年11月強勢登陸圖翁巴 Toowoomba， 將瑞典傳奇樂隊 ABBA 嘅無窮金曲魔力帶到本地舞台。今次嘅巡演已經定喺11月12號到16號，一連5日喺 Toowoomba Empire Theatre 隆重上演。媽媽咪呀講述一個充滿愛與歡笑嘅感人故事。一名即將步入教堂嘅準新娘，透過翻閱母親嘅舊日記，試圖揭開自己嘅身世之謎。劇中將會穿插 Dancing Queen、媽媽咪呀以及 Voulez-Vous 等一首首耳熟能詳、節奏明快嘅經典金曲，帶領觀眾重溫昔日嘅音樂情懷。以上就係今日嘅新聞摘要。天氣方面 ，Brisbane 今日中雨，氣溫介乎16至23度 ；Toowoomba 今日多雲，氣溫介乎12至21度。如果中意呢個頻道，麻煩留言、點讚、訂閱支持一下，多謝。我哋聽日再見。